第17集。今日講遷移學習，點樣重用已經訓練好嘅模型，慳返好多時間同金錢。遷移學習就係將一個喺大任務上面訓練好嘅模型，拿嚟做另一個相關嘅任務。舉個例，如果你訓練咗一個模型識得分類動物嘅相，而家你想佢識得分類汽車，你唔使由零開始，可以將之前嘅模型調整一下。點解遷移學習有效？因為模型喺大任務入面已經學到好多通用嘅特徵，例如邊緣、形狀、紋理，呢啲特徵喺新任務入面都係有用嘅。遷移學習有兩種常見做法，一種係凍結底層參數，只訓練頂層；另一種係 fine tuning， 所有參數都少少調整。而家大部分 AI 應用都用緊遷移學習。你唔需要自己訓練一個 GPT， 你只需要喺現成嘅模型上面微調就得。下集我哋深入講微調，記住訂閱。